澳洲即阵是热冰冰哦，可能因为安尼，西班牙是出现野火，到10时已经有3个人不幸过往了。政府嘛来启动后面的民防机制，要讨救兵来斗拍火。另外，伫咧西班牙、希腊也阁有阿尼巴尼亚要掠到几人的放火的嫌疑犯，即嘛表示有一部分可能毋是天灾。 几多个人对火场内边甲动物救菜，一只大狗和2个查甫人摸的向前冲，有人骑奥多麦加强对规个拢全演的农场载出来。希腊第3大城巴特拉斯规大片的干那树林加青啊树林发生野火，空中的灌救袂好，有人骑奥多麦赶羊，有人牵驴离开火线。经过几多礼拜冠军的天气了，欧洲南部各地野火是愈烧愈烈，将多国家互相救援。空中消防伫希腊西大陆巴特拉斯。 加扎金索斯岛来回回，雅典派人到边的阿尔巴尼亚岛上共拍火。葡萄牙的特兰科索，这个份人家己牵水管拍火。西班牙的野火已经有人不幸死亡，14有一位二小伫咧萨摩拉加里昂的火场遭有着不幸，规身躯超过85%烧伤。为了要应付野火，当局出动1000位军事人员、50项空中消防资源，结果将这一礼拜内第5个启动后面民防机制协助拍火国家。后面执委会宣布，部署伫咧法国的2台飞机14出动支援。后面民防机制主要是负责伫战争加其他危机期间的调度应变。这么火灾季节就已经启动16遍，2025年目前启动的次数，甲去年全年火灾季节同款。今年甲打欧洲野火炭烧的面积超过50万公顷，甲过去20年的平均达比增加134%。法国也伫顶礼拜经历1949年以来上大野火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